每逢369都會有墟期，十里八鄉嘅人都湧過嚟，成條街逼到水泄不通。鎮東頭嗰棵老槐樹下面逼滿一圈人，佢哋圍嘅唔係雜耍賣藝，而係一個8歲細路嘅算命檔。地下一塊藍布歪歪扭扭，寫住4個大字神機妙算。旁邊坐住一個瘦猛猛嘅男仔，着住一件洗到發白嘅藍布短衫，衫袖上打滿布丁，面前擺住3枚舊銅錢同一張黃紙，紙上面畫住啲冇人睇得明嘅符文。佢叫石頭，阿爹喺碼頭扛包，阿媽喺屋企照顧一個5歲嘅細妹。細妹病咗，燒咗差唔多2個月，郎中話係熱毒入骨，要用千年寒玉先救得到河。千年寒玉只有皇宮先至有，石頭冇辦法，只能夠喺街上面擺檔。佢算過一卦，知道有一個大貴人會經過上河鎮，嗰個貴人救到細妹都救到天下。隔年賣豆腐嘅黃老三即刻拉住佢：張大哥，張大哥，你同個細路仔較咩勁？中途戶對眼瞪到好似銅核咁大。我老婆今朝早先煮咗碗麵俾我食，好地地噶。男仔不慌不忙咁拍走身上啲泥，聲唔大卻清清楚楚：大叔，我講嘅係你原配，你今年開春先至娶咗新老婆。你原配姓劉，舊年揸月20過身噶。爭屠戶舉起嘅拳頭僵喺半空，周圍開始交頭接耳，真定假噶？中屠戶確實開春先娶新老婆，佢原配死咗嗰件事，點解冇人知嘅？中屠戶口面由紅變白，由白變青，狠狠咁瞪咗男仔一眼，嘴擘大又合埋，合埋又擘大，最後一句都講唔出，拎住條豬排骨擘轉身就走，連俾人踢翻嘅銅錢都冇回頭執。人群入面有人認出佢，佢係鎮上賣豆腐嘅黃老三嘅隔臉鄰舍，平時喺碼頭扛包，係個老實人。佢阿媽身體都唔好，細妹更加係燒到人都懵懵地。李婆婆端咗口氣，拄住拐杖行入人群，低聲話：細路，你算命呢個本事係跟邊個學噶？石頭擺好銅錢，認認真真咁話：冇人教，天生就識。李婆婆又問多幾句，最後攣多口氣問咗個問題：阿婆想問我嗰個去南方做生意嘅仔幾時先返嚟？石頭將3枚銅錢抹喺手心，合埋眼默念，向地下一撒，銅錢轉咗幾圈停低。佢盯住銅錢睇咗幾秒：阿婆，你個仔登月23之前一定返嚟，仲會帶一個新抱。李婆婆愣住：新抱？石頭點頭，出街遇到個好女仔，南方人，你放心，你個新抱好孝順，你哋一家人會過得好好。李婆婆半信半疑咁行咗2步，擘轉頭喺檔口放低幾個銅板。石頭冇推辭，收好錢，call咗個頭。太陽越升越高，趁墟嘅人越來越多。有人望一眼就走，有人停低問2句，一聽係個8歲細路算命，笑住搖頭就走。都有人講得難聽，話細路仔唔學好，阿爹都唔管。石頭全部當聽唔到。差唔多正午嗰陣，鎮上最有頭有面嘅人物嚟咗，劉半仙。劉半仙喺鎮上開住間算命館，平時幫人睇風水揀墳地，都算係有頭有面。佢身後跟住2個徒弟，一個捧羅盤，一個黏佛塵做足氣勢。劉半仙行到檔前，提高聲調：呵，呢個鎮幾時有咁新鮮嘅事？8歲細路都夠膽擺檔算命。佢拎起檔口上面嗰張黃紙睇咗2睇，神機妙算。你知唔知呢4個字唔可以亂寫噶？嗰啲係光子牙諸葛亮先至有資格用噶。你一個毛都未生齊嘅細路，識得吹牛？石頭終於擘起頭，聲不緊不慢：我費事同你講，你今晚返去，將你嗰張收據準備好，聽日過嚟我度道歉。劉半仙塊面一下子變晒。石頭一邊收銅錢一邊話：我話劉半仙，你前晚賭錢輸咗3兩，尋晚又輸5兩，加埋一共8兩，你仲欠住張3兩，我講得啱唔啱？劉半仙主擘大又合埋半句都講唔出。2個徒弟面面相訕，
街坊入面有人話劉半仙真係有賭錢，呢個細路有啲邪門噃，連劉半仙尋晚去邊度賭都知。劉半仙嬲到面都紫晒，惡狠狠咁瞪住石頭一眼，你等住，我唔會放過你。帶住兩個徒弟灰頭土臉咁走咗。石頭啱想收檔，個肚咕咕聲叫起嚟。由朝早到而家，佢淨係飲咗一碗稀粥。數客李婆婆俾嘅幾個銅板，加埋其他人零零星星俾嘅，一共12文。佢拎起啲錢向鎮上嘅回春堂行去。回春堂嘅老郎中周大夫頭髮都白晒。石頭將錢放喺櫃台上面，周爺爺幫我執一副退燒嘅藥。周大夫皺眉頭，你阿爹呢？你阿媽呢？石頭話阿爹喺碼頭做嘢，阿媽喺屋企照顧細妹，我儲咗錢。周大夫猶豫咗一下，接過銅板數客，冷口氣，幫佢執咗2副藥，又偷偷塞咗一把甘草於細路。我同你講實話啦，你細妹嗰個病唔係普通發燒，係熱毒入骨，要用千年寒玉先可以將啲毒氣清出嚟。我呢度啲藥冇用，就算成個鎮都揾唔到嗰樣嘢。你阿爹阿媽都係要另想辦法。石頭包好藥，認真咁話：周爺爺，我算過嘅，千年寒玉只有皇宮先至有。周大夫搖頭拉氣，只當細路講傻話。石頭返到鎮南頭自己屋企，3間泥沙屋，圍牆係用樹枝玩成。未入門就聽到細妹嘅咳聲，一聲接一聲，好似要將個肺都咳出嚟。小肚先得5歲，燒到塊面果通紅，嘴唇乾裂，瘦到成番棚骨。黃桂蘭坐喺床邊捧住半碗米湯，一羹一羹咁為佢。石頭將藥放喺台上面，跑到床邊。黃桂蘭眼眶紅晒。點解又買藥？上次嗰啲都未食完。小祖迷迷糊糊擘開眼，乾裂嘅嘴唇屈下，氣若游絲咁嗌咗一聲：阿哥！石頭捂住細妹隻手，滾熱到辣手。佢輕聲話：乖過2日就好噶啦。小肚想講嘢，又昏昏沉沉咁合埋眼。黃桂蘭捽咗把眼淚，將石頭拉到一邊：你喺街上面擺檔嗰件事，你阿爹知唔知？石頭搖頭：你唔好同佢講，阿爹嗰個人好要面。你同阿媽講實話，你到底識唔識算命？石頭望住阿媽，認認真真咁話：阿媽，我真係識噶，我算過嘅嘢從來冇錯過。呢種事我都講唔清楚，但我算出嚟嘅全部都啱。黃桂蘭望住佢，一句說話都講唔出，最後冷口氣，起身去煲藥。天黑之後，石頭坐喺門窿上面，仰頭望住夜空，天上面密密麻麻，全部係星母月亮。佢合埋眼，手指喺指節之間飛快咁掐算，一遍2遍3遍，第3遍算完，佢擘開眼，嘴角微微嬌起，佢喃喃咁話：大貴人聽日會經過清河鎮。話未講完，道門俾人一腳踢開，趙老三成身酒氣衝入嚟，一手揪住石頭件衫領：你阿媽話你又去街上面擺檔，你老豆塊面都俾你丟晒。黃桂蘭衝出嚟攔住，趙老三拂開佢隻手，石頭俾人揪到雙腳離地，嘴吻到實一實，一個字都冇費解。趙老三將佢向地下一掟：你同我記住，再俾我知你去擺檔，我打跛你對腳。講完扯起衫鏈又走咗。黃桂蘭將石頭由地下扶起身，眼淚一滴一滴跌落佢塊面上面。痛唔痛？石頭搖頭，又仰頭望住星空，指住天上面一粒最光嘅星話：阿媽嗰粒係福星，福星移動必有貴人出世。我算咗3次嗰粒星，聽日會經過我頭頂正上方。嗰個人唔係女正，都唔係知府，係比佢哋大得多得多嘅人。黃桂蘭順住方向望過號，根本分唔清邊粒係邊粒。你真係自己算出嚟噶？石頭望住阿媽，眼神完全唔似一個8歲嘅細路。阿媽，我從來冇錯過爭屠戶嘅原配。劉半仙打錢，李婆婆個仔斟月會返嚟，有啲事未發生，有啲事人哋唔知，但我全部講中晒。黃桂蘭擘大個嘴，最後乜都冇講出嚟，
佢幫石頭整理好件衫，又將他頭上面嘅草穗摘走。石頭輕聲話：阿媽，我聽日重會去邊擺檔，喺同一個路口同一個時辰。第二日天蒙蒙光，石頭就醒咗。趙老三已經出咗門去碼頭，灶上面留低半碗稀粥。小濤後半夜又燒起嚟，嘴唇繕裂到出血，迷迷糊糊嗌要飲水。石頭將最後半碗粥捧到細妹床邊，用匙羹一啲一啲餵佢。小濤吞咗兩啖頭，一歪又昏睡過。黃桂蘭輕聲問：重去？石頭點頭，將銅錢收入布袋。黃桂蘭拉住佢隻手，嘴唇屈下屈下，最後淨係話：早啲返。石頭出門時天從微光，街上面冷清清，包鋪啱開張，冒着白煙。佢吞下口水，唔捨得買。行到老槐樹下面，尋日個檔口俾人收走咗。佢重新鋪上藍布，擺好銅錢。太陽一冷話升高，趁墟嘅人慢慢多起嚟。有人擔住擔，有人推住獨輪車，成條街人頭湧湧。石頭個檔位置唔算偏，來來往往嘅人都睇得到，但冇人停低。有人望一眼見係個細路，搖搖頭就走。都有人停低問兩句，一聽係算命，擘轉頭就走。更有人講啲難聽話，話咩細路騙子，想錢想傻咗，不如去乞食。石頭全部當聽唔到，端端正正咁坐住條腰挺得直，一直對眼望住來往嘅行人。差唔多午時，李婆婆拄住拐杖嚟咗，由籃入面攞出一個油紙包，入面係兩個熱辣辣嘅雜糧昆頭。阿婆今朝蒸嘅，趁熱食。石頭接過昆頭，眼淚差啲跌出嚟。阿婆，我尋晚成晚都瞓唔着，翻嚟覆去諗住阿婆你嘅事。阿婆點樣？你個仔而家行到邊度？李婆婆一愣，你算出嚟啦。石頭將半個棍頭塞入布袋，抹抹嘴。信上面寫嘅，正月23一定翻嚟，佢會帶個好女仔翻嚟，你哋成親，日子會越過越好。李婆婆眼圈一下就紅晒，你呢個細路真係個小福星啊！佢又要放低幾個銅板。石頭將錢推返去，阿婆上次已經俾過啦，你若果真係心痛我，就幫我同街坊講聲，我唔係騙子，我真係有本事㗎。李婆婆點頭應承咗。李婆婆前腳先走，後腳就出示鎮西頭嚟咗一班人，領頭嘅係劉半仙，身後跟住4、5個徒弟，總有一個着嘅柳松袍嘅肥佬，全鎮首富趙員外。趙員外面色鐵青，劉半仙行到檔前，雙手抱胸，皮笑肉不笑咁話：細路，劉爺爺今日帶咗個朋友嚟捧你場。石頭望咗趙員外一眼，又望下劉半仙，冇出聲。劉半仙身後嘅徒弟大聲嗌：趙員外就係呢個細路，尋日喺鎮上周圍話你屋企嘅馬唔見咗。趙員外行上前，上下打量石頭，滿面輕蔑：你就係嗰個自稱神機妙算嘅細佬？石頭點點頭。趙員外將一座銀放喺石頂上面，足足5兩重。你算客，我今日嚟問你咩？你若果算得啱呢5兩銀，歸你；你若果算錯，你向我磕3個響頭，從此離開清河鎮，以後都唔准再擺檔算命。周圍睇熱鬧嘅人越聚越多裏，3層外，3層石頭望下就銀，又望下趙員外，不緊不慢咁開口：趙員外，你嚟唔係為自己算命，係為咗你嗰匹白馬。你今朝發現馬唔見咗個，係你最中意嘅一匹馬。趙員外愣住石頭，繼續話：你頭先去問劉半仙，劉半仙話馬俾人偷咗，鎮上面有個細路係騙子，佢不如嚟問我，順便俾你出啖氣。我講得啱唔啱？趙員外擘轉頭望向劉半仙，劉半仙面上嘅笑容僵住晒。街坊開始交頭接耳，趙員外嘅馬真係唔見咗。頭先趙員外嬲爆爆咁嚟，確實係搵馬㗎。趙員外回過神，向前一步，連聲都有啲震。你既然算得到，咁你話馬而家喺邊？石頭拎起3枚銅錢盒喺手心搖下，向石頂上一撒，銅錢轉咗幾圈停低。佢低頭睇下，擘起頭話：
向東5里有個亂石江，江下有條乾涸嘅河溝。你匹馬喺河溝入面後腳俾石頭卡住咗，你最好快啲去得遲匹馬就冇命。趙員外猶豫片刻，默轉身就走，連嗰5兩銀都冇顧上。劉半仙跟咗2步，又覺得冇。一換面上一陣青一陣白惡，狠狠瞪咗石頭一眼。你等住，遲早有你好看。講完帶住徒弟走咗人群冇散，又一個婦人逼入嚟，係鎮北頭嘅黃嬸養雞賣蛋嘅。拎細路，你幫我算下，我屋企嗰幾隻雞。石頭示意佢坐低，又將銅錢撒多一次。東邊有個爛畫洞，你家啲雞唔係走失，係俾人偷咗偷雞嗰個人。今日重會嚟，你搵個地方躲起嚟，人間並獲就得。黃嬸千多謝萬多謝。咁走咗，圍觀嘅人開始動搖。趙員外嘅馬，黃嬸嘅雞，好似都俾佢講中咗。可就在這時，曾屠戶又嚟咗，手上面拎住一支擀麵杖，身後跟住2個大漢。佢啪一聲將擀麵杖向石頂上一磕。老子尋晚成晚都瞓唔好，你幫老子算下，老子今朝早食咗啲乜？算唔出，老子砸爛你個檔。石頭望住佢，不慌不忙企起身，拍拍身上啲泥。你今朝早飲咗2碗小米粥，3個韭菜盒，仲有半槽燒酒。韭菜盒係你新娶嗰個老婆整嘅。你一口氣食咗6個口，硬話自己淨係食咗3個。曾屠戶塊面由下到上紅到頭，佢身後個伙計細聲話：師傅，你今日真係食咗6個韭菜盒，我親眼見到噶。曾屠戶一巴拍落伙計個頭度，隔鄰有個街坊笑住話：老張，你唔係話自己一日淨係食鹹菜咩？有韭菜盒又有燒酒，日子過得幾好噃。曾屠戶拎起擀麵杖想砸檔，舉到半空又放低咗。佢望住石頭沉默咗半日，最後將擀麵杖向地下一掟，由懷入面掏出一大把錢拍喺石頂上面，幫我買副藥。默轉身就走，人群一片眾言。鍾屠戶居然真係俾錢，呢個細路真係唔簡單，連鍾屠戶嗰種脾氣都冇砸檔。李婆婆唔知幾時又翻咗嚟，拄住拐杖行入人群，聲唔大，可所有人都聽得清清楚楚。我同你哋講，我今日都俾佢算咗一卦，佢話我個仔3月23之前一定翻嚟，仲會帶個新抱。我本來都唔信，可頭先我個仔嗰封信送到咗，講得同佢算嘅一模一樣。呢個細路唔係騙子，係神仙。李婆婆呢一番話，街坊大半都信咗。有人攞出銅板要算命，有人挨住要算自家嘅事。一時間老槐樹下面圍到水泄不通，問姻緣嘅，問生意嘅，問出門嘅石頭，一個接一個算，冇一個算錯。到晏早收檔時，石頂上面堆咗一小堆銅板。佢收起錢同街坊講定，聽日再來，啱準備去執藥。遠處忽然傳來敲鑼打鼓嘅聲，有人嗌咗一聲：縣令大人嚟咗！縣令大人嚟，真想巡查啦！街上嘅人齊刷刷跪到一地，前頭有衙差鳴鑼開道，後面幾個佩刀官差簇擁住一個住官服嘅中年男人。三橫長鬚，戴住烏紗帽，一臉威嚴。縣令大人到咗，所有人跪地，連大氣都唔敢唞。石頭冇跪，企喺老槐樹下面，直直咁望住嗰頂。陸李婆婆跪喺地上面，急到猛扯佢褲腳，快啲跪低。嗰個係縣令大人。石頭低聲話：阿婆唔係佢，我嗰個大貴人唔係佢。李婆婆愣住，隔鄰聽到嘅街坊都愣住晒，等嗱行遠咗。街坊們企起身開始議論：呢個細路話大貴人，縣令大人唔通唔係貴人？縣令大人已經係我哋呢度最大嘅官噶啦，仲有比縣令大嘅吹牛啦。一個細路有咩真本事？劉半仙唔知幾時又逼到人群外面，陰聲怪氣咁話：聽到未？連縣令大人都唔係佢話，嗰個大貴人恐怕係玉皇大帝啩。人群入面爆出一陣笑聲，石頭冇出聲，
將藍布搭好，銅錢包好，抱起石墩上面嘅銅板，起身要走。劉半仙攬住佢，小神仙，你不如講下呢位大貴人究竟幾時先嚟？等我哋開開眼界。石頭話：今日已到，再過多一個時辰天就黑噶啦。若果今日唔嚟，你講咩我都認。劉半仙冷笑住：咁我哋就睇住嚟。石頭冇再理佢，向回春堂行去。周大夫見佢今日銅板多多，俾咗一副好藥，又加咗一味貴重藥材，冇收錢。石頭抱好藥包上屋企行，行到半路忽然停低，放低藥包，攞出銅錢，又沙多一次銅錢，落地兩面皆讓佢自言自語：快啦就快啦，收好銅錢。佢擘轉身，又向老槐樹嗰邊行去。黃桂蘭唔知幾時出咗門，企喺街對面，手上面挽住個籃，入面裝住幾隻雞蛋。佢見個仔又向返行，急到猛擺手。石頭頭都冇回咁嗌咗一句：阿媽再等我半個時辰。黃桂蘭多下腳，最後都係跟咗上去。夕陽將清河鎮條街染成一片金黃色，街上面嘅小販開始收檔。趁墟嘅人三三兩兩散去老槐樹下面。石頭重新擺好咗檔，黃桂蘭企喺唔遠處，緊緊搣住個籃，對眼一眨都唔眨。劉半仙帶住徒弟喺隔籬睇熱鬧，時不時講兩句風涼話。快一個時辰啦，連個鬼影都冇。小神仙，你嗰個大鬼魂怕係喺路上塞車啩？天漸面漸暗落嚟，太陽只露出半邊面。街上嘅人越嚟越少，賣豆腐嘅黃老三推住車經過，冇人啦，石頭收檔啦。李婆婆都企到黃桂蘭身邊，兩個女人互相摟扶住，邊個都冇出聲。劉半仙打個喊路：天黑晒散啦，細路片子丟人現眼。話未講完，鎮西頭忽然傳嚟一陣馬蹄聲，唔係一匹，而係好幾匹。馬蹄聲由遠而近，越嚟越輕，越嚟越密，所有人不約而同咁向嗰個方向望去。兩匹馬由鎮西頭轉入前面，一匹黑馬坐住一個着灰布衫嘅中年男人，條腰挺得直，一隻目光如呆轉後面。一匹棕馬坐住一個着深藍色長袍嘅男人，40歲上下，面相溫和，可由頭到腳都透出一股講唔出嘅氣道。石頭猛咁企起身，直直咁盯住嗰個着藍袍嘅男人，佢對手喺度發抖，唔係因為驚，而係激動。佢把聲輕到只有自己聽得見：我等嘅大貴人嚟啦！馬蹄聲越嚟越近，兩匹馬不急不緩咁由西頭過嚟。街上嘅路人紛紛讓到路邊。嗰個灰衣男人騎住黑馬，目光掃過成條街，好似你咁盯住每一個角落。藍袍男人反而氣定神根，一隻手勒住人，另一隻手背喺身後，好似喺自己後花園散步。石頭企喺老槐樹下面，一動都冇屈。劉半仙喺隔籬講風涼話：騎馬嘅兩個騎馬嘅，就係你講嗰個大貴人。騎馬嘅人成條街都係一睇就係做買賣噶啦，有咩咁巴閉？石頭冇理佢。嗰兩個人越嚟越近，已經到咗老槐樹前面。灰衣男人見到路邊有個細路擺檔，側合眉正想催馬快行，藍袍男人卻勒住咗人嚟。佢翻身落馬，將雲中掟俾同伴，悠然行到石頭嘅檔前面，低頭睇下地下藍布上面神機妙算4個字，嘴角微微一起。咁細個嘅先生，倒是第一次見。石頭擘起頭同呢個男人對視嗰一眼，佢心裏面最後一絲疑慮都冇晒。眼前呢個人眉心有帝王之氣，骨相好似山川縱橫，正係書上講嘅真龍之相。佢算咗3次，今日又算多一次，絕對冇錯。二位爺算一卦。石頭嘅聲平穩得冇半點慌張。嗰個灰衣男人已經策馬過嚟，企喺藍袍男人身後半步，手搭喺刀柄上面，不善咁盯住石頭。藍袍男人擺擺手，示意佢退後，踎喺石頭對面，興致勃勃咁話：算命？咁你算客和姓咩？石頭笑下命唔係靠個名嚟斷嘅，你想問咩？我答到嘅一定答。
藍袍男人冷下隨即笑咗，好幾有意思。咁你算嚇我一生最遺憾嘅事係咩？石頭拎起3枚銅錢，合喺掌心，合埋眼。老槐樹嘅腰俾風吹到沙沙作響，遠處傳嚟小販嘅叫賣聲。可呢一切仿佛同石頭都無關。大約1-3茶嘅功夫，佢擘開眼，將銅錢向地下一撒，銅錢咕亂霹靂轉咗幾圈停低。石頭盯住銅錢睇咗幾秒，擘起頭望住眼前嗰個人，聲唔高唔低，啱啱夠2個人聽。見你最遺憾嘅事係見唔到阿媽最後一面。你19歲嗰年身處關外，趕返去嗰陣已經太遲。老槐樹下面一瞬間靜晒，連風都好似停住咗。藍袍男人面上嘅笑容慢慢凝住，望住石頭嘅眼神由玩味變成震驚，再由震驚變成一種講唔清道唔明嘅情緒。佢沉默咗好耐，慢慢企起身，居高臨下咁望住石頭，語氣已經冇咗先頭嘅輕快。你再算下，我今次出行係為咗咩？石頭都企起身，仰住頭先至碰到對方塊面，氣勢上卻冇半點退縮。為咗揾一個人，一個可以化解天下大旱嘅人。你治下已經3年5個月，顆粒冇收。呢句話一出口，街坊們先係愣嚇，隨即齊齊倒吸一口涼氣。3年5個月嗰個係當今皇上登基嘅年數。一個咁話自己治下3年大旱嘅人，呢個天下除咗皇帝，仲有邊個？街坊們反應過嚟，話通駁通，跪到一片包鋪嘅老闆娘，差啲將支滾面杖都掟埋。李婆婆都瞓歪歪咁要跪落去。劉半仙嘅面色白到好似張紙，雙腳不停打橫，想走又唔敢走，坐喺原地好似舊木頭。藍袍男人冇承認都冇否認，居高臨下咁盯住石頭，語氣沉咗幾分。你連呢個都敢算？你知唔知有啲話講出口會掉腦袋㗎？石頭跪喺原地，條腰挺得直一直，擘起頭迎住對方嘅目光，一字一句咁話：我算得好清楚，你係皇帝當今聖上，你3年前登基嗰年天下大旱，一直旱到而家。你今日微服出巡，表面係體察民情，實際上係想揾一個可以化解旱災嘅人。你已經揾咗2個月，揾過道士，揾過高僧，揾過隱士，冇人解得掂。你今日朝早喺50里外嘅清風鎮，本來要向南行河，尋晚發咗一個夢，夢見一個細路指住東邊，所以你今日改道嚟咗清河鎮。藍袍男人嘅面色終於徹底變晒，身後嘅灰衣男人，皇帝貼身嘅侍衛田周安守，已經按喺刀柄上面，壓低聲音話佢皇上，此人來歷不明，會唔會係？皇帝擘起手指住咗佢，佢重新踎低同石頭平視。今次佢冇笑都冇試探，認認真真咁望住眼前呢個8歲嘅細路。朕再問你一句，你老老實實回答，你究竟係乜嘢人？石頭慢慢跪低，規規矩矩咁磕咗一個頭，草民趙小寶拜見皇上。老槐樹下面，街坊們跪伏在地，邊個都唔敢擘頭。皇帝冇叫石頭起身，沉默咗好耐。風由鎮西頭吹過嚟，將老槐樹嘅腰吹到沙沙響。遠處有人收緊檔，奇怪呢邊點解突然靜咗？皇帝笑客，嗰個笑容入面睇唔出喜怒。你既然算得咁準，咁你算客朕會唔會殺你？呢句話一出口，跪喺人群入面嘅黃桂蘭環身一抖，李婆婆伸手扶住佢，2個女人攬埋一齊，震到好似風入面嘅落葉。劉半仙聽到呢句說話，心裏面一陣狂喜，最好殺咗呢個小王八蛋，就冇人知佢低錢嘅事。石頭擘起頭望住皇帝，面上冇半點驚恐。皇上唔會殺我，點解？因為天下大旱，只有我解得掂。呢句話一出口，柳槐樹底下鴉雀無聲。皇帝盯住佢，足足盯咗10幾息。周安拈流過嚟，低聲道：皇上，呢個細路嘅話未必可信。一個8歲嘅細路連學堂都未上過，多數係有人指示皇帝冇理佢，只問石頭：
你話你解得點證明？石頭企起身，拍走膝上嘅泥，指住東邊。東邊甚拿外有一口枯井，已經枯咗2年。皇上年嚟嗰陣經過清風鎮，嗰度係官道，確實經過一口枯井。嗰口井早就俾泥沙塞死，咗井入面已經冇水。皇帝皺眉頭，枯井入面點會有水？石頭講得斬刀截鐵，我話有就有。周安冷笑一聲，2年幾嘅枯井會自己出水？你信口開河，欺君之罪係要殺頭噶。石頭望住周安，不卑不亢咁話：呢位大叔，若果唔信，可以派人去睇一眼，來回路程20里，少半個時辰就夠。皇帝望咗周安一眼，周安心領神會，擘轉身行到馬邊，由行囊入面抽出一塊令牌，遞俾路邊一個跪緊嘅便裝侍衛。嗰個侍衛接過令牌，翻身上馬，一陣煙咁向東邊跑咗。等消息嗰段時間，皇帝繼續問：你嘅本事係跟邊個學噶？冇人教。草民一出世就係咁。點樣一出世就係咁？石頭諗下，就好似人天生知道肚餓要食飯，口渴要飲水一樣。草民一見到一個人，個腦入面就會浮現出啲關於嗰個人嘅事，有啲係以前嘅事，有啲係將來嘅事。草民都唔知點解，但算出嚟嘅從來冇出過錯。你阿爹阿媽知唔知？知，但都唔信。皇帝順住佢嘅目光望過去，見到一個瘦弱中年婦人跪喺地下，面色慘白，隔另一個老婆婆緊緊攬住佢。嗰個係你阿媽？石頭點點頭，眼眶紅晒，但忍住冇喊。皇帝沉默下又問：你點解要出嚟擺檔？你就算真係有本事，都應該留喺屋企，出嚟鋪頭露面做咩？呢一問，石頭再也忍唔住，佢巴通跪喺地下，重重磕咗一個頭。皇上，草民唔要想做，唔求富貴，只求你救細妹一命。聲唔大，卻字字帶住眼淚。黃桂蘭喺人群入面聽到嗰句說話，眼淚掛一聲就流出嚟死，掩住嘴唔敢喊出聲。皇帝皺眉頭：你細妹點樣？石頭聲發抖：細妹叫小祖，今年5歲，得咗怪病，渾身發熱，燒咗差唔多2個月。鎮上嘅大夫話係熱毒入骨，普通藥根本去唔到根，又用千年寒玉先可以將啲毒氣逼出嚟。草民算過千年寒玉只有皇宮先至有，草民冇辦法，只可以喺度等。等到皇上能嚟，草民算咗3次。第一次算到有大貴人經過清河鎮，第二次算到那個大貴人是皇上，第3次算出了具體嘅地點。所以草民嚟呢度擺咗3日檔，就係等皇上年嚟。皇帝沉默咗好耐，老槐樹底下風又吹起，吹到嗰塊藍布上面，神機妙算4個字話作向遠處傳來，馬蹄聲越嚟越近，所有人齊齊向東邊望去。嗰匹灰馬跑得飛快，馬背上嘅侍衛連披風都俾風吹到翻起到面前。侍衛翻身落馬，幾乎連滾帶爬咁跑到皇帝面前，單膝跪地：皇上，枯井出水啦！屬下親眼見到井水不斷向上湧，已經積到半人深，水清澈，可以直至飲。周安面色大變，皇帝企起身，滿面難以置信。佢擘轉頭望住石頭，眼裏面翻湧住講唔清嘅情緒。街坊們雖跪住唔敢擘頭，可耳朵都蓬起晒，聽到枯井出水4個字。有人忍唔住偷偷擘起頭望咗一眼，嗰個瘦小嘅背影，旱咗3年5個月，枯咗2年幾嘅井突然湧出水，係一個8歲嘅細路先算出嚟。嗰個唔係神仙，邊個係神仙？李婆婆第一個出聲，唔係高興，係心痛。佢搣住黃桂蘭隻手，不停咁細聲話：啦，桂蘭，你生咗個好仔，你生咗個好仔。黃桂蘭已經嚇到講唔出話。皇帝行到石頭面前，彎低腰，親手將佢由地下扶起。你叫趙小寶？石頭耷低頭。草民叫趙小寶，小名叫石頭。皇帝點頭，好明夠結實，你救咗天下，朕上你咩都得，你話想要咩？石頭搖頭，
草民乜都唔要，只求你救細妹。皇帝望咗佢好耐，忽然笑咗，嗰個笑容入面帶住一股許久未見嘅熱度。你同你細妹一樣，都係有福氣嘅。朕應承你千年寒玉，朕叫人快馬送到你屋企去。石頭跪地磕頭，草民多謝皇上。皇帝擺擺手，又望吓四周跪住嘅街坊都起身啦。今晚朕就住喺清河鎮，聽朝一早啟程回京石頭。你同你阿爹阿媽講聲，你全家隨朕一齊走。石頭冷吓，草民全家都去。你係國師家人，當然要一齊進京。皇帝講得理所當然。石頭耷低頭，升興咗嗰啲草民阿爹喺碼頭狂包好要面，冇事，朕親自去請。石頭擘大個嘴想講咩，又吞翻落去。佢想話皇上你親自去請，我阿爹怕會嚇到一句說話都講唔出，可冇敢講出口。皇帝企起身，拍拍袍上面嘅灰，掃咗一眼，跪到滿地嘅街坊提高聲線，全都起身啦，唔使跪。街坊們慢慢起身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邊個都唔敢行。近者遠遠咁望李婆婆扶住黃桂蘭企起身。黃桂蘭兩條腿重，係軟到飛起，企都企唔穩。皇帝行到佢面前，黃桂蘭嚇到又想跪。皇帝伸手扶住佢，你係石頭嘅阿媽。黃桂蘭嘴唇哆嗦咗半日，好辛苦先知地出一個字，係皇帝認真咁話，你養咗個好仔。黃桂蘭嘅眼淚一下子又湧出嚟，佢發夢都冇諗過呢世可以見到皇上。更冇諗過皇上會同佢講多謝。李婆婆喺隔籬不停念叨：好人有好報，好人有好報。呢陣時，周安帶住兩個侍衛由鎮南頭翻嚟，身後跟住一架馬車，車上面躺住一個裹住舊棉被嘅細路女，隔籬坐住一個滿面驚惶嘅農夫石頭。佢阿爹趙老三，趙老三成個人都係懵嘅，今日喺碼頭窮咗成日包，條腰都就快斷，正想收工返屋企，兩個着便服嘅男人話係皇上身邊嘅人要接佢走，佢以為係神棍，差啲同人打起嚟，最後半信半疑咁跟過嚟，到咗鎮東頭老槐樹下面，遠遠望見黑壓壓跪到一地嘅人，又見到一個着深藍色長袍嘅男人，氣度不凡，咁企喺人群中間，佢兩條腿鐵底軟晒。落咗馬車，跌跌撞撞跪喺地下磕頭，磕到亂七八糟，嘴入面震住草草文。趙老三皇帝擺擺手，唔使磕頭啦，你係石頭嘅阿爹。趙老三跪喺地下唔敢起身聲，震到不成樣子。係皇帝話，你個仔有本事，朕要帶佢去京城做國師，你願唔願意一齊去？趙老三愣住，擘起頭望住皇帝，又望向隔籬嘅石頭嘴，擘開又合埋，合埋又擘開，半日講唔出一個字。佢尋日重鬧個仔係神棍丟人現眼，今日皇上親口話個仔有本事要去做國師。趙老三個腦一片空白。石頭行過嚟扶住阿爹嗰隻手臂，輕聲話：阿爹起身啊，皇上問你話啊。趙老三望住個仔嗰張細面，望住嗰雙清澈嘅眼，忽然覺得自己呢大半世都活反晒。佢以前覺得個仔算命係邪門歪道，覺得個仔俾人叫神棍係丟面，可今日皇上親口話個仔有本事要去做國師。趙老三聲沙晒：石頭阿爹對唔住你。石頭搖頭拍拍阿爹手背，小肚躺喺馬車上面，面色通紅，呼吸又急又淺，嘴唇間裂出血。皇帝望咗一眼就眉頭，對周安話：去將鎮上最好嘅大夫請嚟，韓玉送到之前先穩住佢個病情。周安領命走咗。皇帝又對石頭話：你放心，朕話告你細妹做一定會救韓玉，快馬加鞭，後日就能送到，呢兩日會有太醫幫佢調理。石頭又跪低磕頭。皇帝將佢扶起，認真咁望住佢對眼：你救咗朕嘅天下，朕救你細妹好公平，唔使謝。呢句話講得唔重，可周圍嘅街坊都聽見晒。救咗朕嘅天下，一個8歲嘅細路點樣救天下？有人細聲議論起嚟。
3年冇落雨嘅枯井出咗水，係嗰個細路算出嚟。3年大旱，只有佢解得掂。呢個代表咩？代表嗰個細路連天上嘅事都算得到。街坊們越講越激動，中途戶唔知幾時都逼咗入人群，手上面仲拎住一串豬排骨，面色複雜到極。佢今朝重鬧呢個細路係神棍，差啲砸咗人哋個檔。可皇上親口話呢個細路有本事，張屠戶越想越驚，偷偷向後退想走。可佢個太大太顯眼，李婆婆一眼就睇見佢提高聲線話：中屠戶，你唔係話石頭係神棍咩？皇上都親口話石頭有本事啦，你話人係神棍？中屠戶塊面一陣紅一陣白，恨不得捐入地縫。皇帝順住李婆婆嘅目光，望過後打量下中屠戶，問石頭：呢位係石頭講緊話，就係鎮上賣豬肉嘅張大叔。今朝同草民有少少誤會，李婆婆搶住話佢今朝差啲打你，呢個叫誤會。皇帝面色微微一沉，張屠戶嚇到砰通一聲跪地，手上面嘅豬排骨都跌埋，磕頭磕到咚咚響。皇上功名草民有眼不識泰山，草民該死。皇帝望黑石頭，石頭話張大叔唔係壞人，只係性子急。今朝佢鬧過我，若果算得準就叫我排佢10文錢，如今我算準咗，佢應該俾我10文錢。三屠戶冷嚇，連忙由懷入面掏出一大把錢，數都冇數，全塞到石頭手上面多出嚟嘅當牌嚟。石頭收好錢對皇帝話：呢件事就算啦。皇帝哼一聲，冇再追究。張屠戶磕咗3個響頭，爬起身就跑，連豬排骨都冇攞。天色鐵底黑晒，街道兩邊嘅鋪頭點起咗燈。皇帝企喺石頭個檔前面，忽然問咗一個邊個都諗唔到嘅問題：石頭，你點解要上街擺檔算命？石頭冷嚇，因為草民淨係識呢樣，草民年紀太細，做唔到工都做唔到買賣。唯一識嘅只有算命。草民想救細妹，又冇其他辦法，只好出嚟擺檔。就算俾人鬧神棍騙子都冇辦法。細妹嘅病唔等人，若果因為怕俾人鬧就乜都唔做，細妹就冇命。皇帝沉默咗好耐，夜風吹過嚟，吹到老槐樹葉沙沙響，吹到石頭件短掛哇哇作響。皇帝忽然踎低身，將嗰塊寫住神機妙算嘅藍布揼好折好，收咗入自己衫袖。呢塊布朕帶走，朕要話俾天下人知，當年有一個8歲嘅細路為咗救細妹，喺街上擺檔算命，俾人鬧神棍都冇退縮。後來嗰個細路救咗朕嘅天下。皇帝企起身，環顧四周嘅街坊，提高聲線：你哋全部聽清楚，呢個細路唔係騙子，唔係神棍。由今日起，邊個敢再講佢一句唔好，朕絕不輕橫。街坊們齊刷刷跪地。皇上聲明小國師千歲，呼聲此起彼伏。喺清河鎮嘅夜空中回到，王桂蘭攬住小曹坐喺馬車入面，望住個仔嘅背影，眼淚一顆一顆向下掉。3日前重俾全鎮人鬧係騙子嘅仔，今日俾皇上親口封為國師。趙老三跪喺地下，頭耷低膊頭，一抽一抽無聲咁喊。佢後悔自己冇早啲信個仔，後悔自己鬧過咁多難聽話，後悔差啲親手掐滅咗唯一嘅希望。石頭行過後，將阿爹由地下扶起，輕聲話：阿爹唔好喊啦，我冇怪你角落頭。劉半仙縮喺牆根後面，偷偷望住呢一切，面色白到同死人一樣。佢今朝重鬧嗰個細路係騙子，要佢滾出清河鎮。如今諗翻轉頭，自己先至係最大嘅笑話。佢貼住牆角悄悄溜走，從此再冇喺清河鎮出現過。皇帝對周安話：去安排客，今晚住鎮上最好嘅客棧，聽朝啟程回京。又擘轉頭對石頭話：帶朕去睇下你細妹。石頭領住皇帝行到馬車前。王桂蘭趕緊攬住小曹落車跪地，想將細路遞上去。皇帝伸手接過小曹，低頭望住嗰個燒到迷迷糊糊嘅細路女。小曹擘開眼，蒙黃間
見到一個陌生男人攬住自己，佢咬住聲嗌咗一聲：阿哥！皇帝笑起嚟，輕聲話：你阿哥喺嗰度。佢指下隔籬嘅石頭小桃，順住望過，好見到阿哥咧住嘴笑，佢都笑咗，笑得甜甜噶。皇帝將小桃交返黃桂蘭手上面，擘轉身對石頭話：你同你細妹一樣，都係有福氣嘅。石頭望住細妹嘅笑臉，眼淚終於啪嗒啪嗒跌咗落嚟，唔係難過，係開心2個月啦。佢終於見到希望。7日後，馬車入咗京城。京城同清河鎮完全係2個世界。青石板路可以並排行幾匹馬，兩邊嘅鋪頭，一間接一間，掛住5顏6色嘅房，人來人往熱鬧到飛起。皇宮比石頭想象嘅更大、更高，紅牆黃瓦雕迸畫棟，門口企住一排御林軍，個個條腰挺得直，一直眼都唔眨。石頭俾人安排住喺皇宮東邊一個小院，3間正房2間玩房園，入面種住一棵石榴樹。黃桂蘭一世都未過過咁好嘅日子，扶住門框愣咗半日先敢行步。趙老三更加唔敢入屋，喺門那邊踎咗半日。小肚病已經好咗大半，追住院入面嘅麻雀周圍走。第2日朝早，陳太監嚟咗，白白淨淨40-50歲，講嘢陰聲細氣，眼神卻好毒。小國師皇上請你上朝。石頭換上新衫，係一身青色小袍，對住銅鏡照吓自己都覺得唔似自己。跟住陳太監穿過一道又一道門，一條又一條長廊，最後行到一座大殿前。殿門大開，文武百官企得整整齊齊，官服烏紗帽排成一片。石頭企喺門口，深吸一口氣行咗入去。佢步伐唔大唔細，唔快唔慢，喺嗰啲大人中間，指到人哋腰際卻昂住頭，條腰挺得直。一隻百官齊刷刷望住佢，有人好奇，有人不屑，有人皺眉頭，有人冷笑。蛇頭全部燈睇唔到，行到大殿正中跪低，草民趙小寶叩見皇上。皇帝坐喺龍椅上面，今日着住明黃色龍袍，威嚴萬千。可見到石頭時，嘴角仍然微微嬌起。平身俾國師搬張凳，陳太監搬嚟一張細凳放喺殿出，石頭坐咗落去。百官開始交頭接耳，嗰個就係皇上新封嘅國師8歲。8歲國師成何體統？皇上微服私訪一趟，怕係俾人蒙蔽咗，議論聲越來越大。皇帝冇制止，好似特登想聽下呢班人會講咩。呢陣時一個老頭話行咗出嚟，60歲左右，住紫色官服，要係玉帶佢太傅當朝在上，3朝元老先帝臨終前託付嘅顧命大臣，喺朝中威望極高。佢太傅行到大殿中央拱黑手，皇上，老臣有話要講。皇帝挨喺龍椅上面，漫不經心咁話：太傅有話直講。佢太傅望咗石頭一眼，皇上微服出巡，帶翻一個8歲細路封為國師。老臣唔敢質疑皇上嘅眼光，但想問問呢位小國師有咩本事擔得起一國之師個名頭？皇帝笑下望向石頭。石頭太傅問：你有咩本事？你講俾佢聽。石頭企起身行咗個禮：太傅大人，草民冇咩大本事，只係會算一啲嘢。許太傅低頭望住佢，眼神帶住輕蔑：會算一啲？咁你算俾老夫睇下。你若真有本事，老夫心服口服；你若只係個騙子，老夫就算唔要呢頂烏紗帽，都要請皇上趕你出去。石頭不卑不亢：太傅大人請出題。佢太傅諗下，今年科舉你講下，邊個會高中狀元？呢句話一出，殿內總言。科舉都未考，考生都未入場，邊個知邊個會中狀元？呢個唔係全心刁難咩？有人細聲話太傅呢條題出得太難，有人冷笑話佢自己話要算，算唔出就係騙子。石頭完全冇慌，合埋眼叉酸下擘開眼話：今年科舉嘅狀元姓孫名文正，26歲山東青州人，榜眼姓李名明堂，31歲湖廣武昌府人，探花姓周名德安，22歲順天府大興縣人。佢太傅冷笑：
你話中狀元就中狀元，連試卷都未見過，點斷定？石頭不慌不忙咁話：太傅大人，草民只係將算出嚟嘅結果講出嚟啫，信唔信由你。許太傅默轉身拱手：皇上此人信口開河，依老臣之見，當治佢一個欺君之罪。滿朝文武紛紛附和，石頭等聲稍歇先開口聲，比頭先大咗唔少，成個大殿都聽得清清楚楚。太傅大人，你出呢條題本來就冇第二個答案。你今日朝早啱啱接到一道聖旨，由今往後科舉不論出身，唯鋤試舉，只要係有才學嘅讀書人都可以參加。若果朝廷真係開咗呢個口，咁賣豆腐嘅都可以考你出呢條題，本來就冇兩個答案。不過係考我算唔算得出你今日朝早嗰道聖旨啫？許太傅面色閃過一絲唔自然，好快又恢復繁威嚴蛇頭，默轉身面向皇帝跪咗落去。皇上連今日朝早老伯你加急送出嘅聖旨可對？皇帝眼中一亮，嗰道旨意係今朝先發出，用嘅係600里加急送去全國各地，滿朝文武冇一個人知道。皇帝故意沉住面問：你點知嗰道聖旨㗎？石頭企起身，拍拍膝上根本唔存在嘅灰：草民算出嚟㗎。滿朝文武面面相，許太傅面色終於變晒，默轉頭望同僚，個個一臉茫然，冇人知道嗰道聖旨嘅事。可呢個細路卻一口講出嚟。若果真係算出嚟，咁呢個8歲嘅細路有幾大本事？皇帝哈哈大笑，由龍椅上面企起身，行到大殿中間，環顧四周。朕確實係今朝發出嗰道聖旨，送信嘅係御林軍，只有3個人知道。可呢個小國師算出嚟啦，你哋邊個從有話說？殿內嘈雀無聲。皇帝繼續話：佢唔單止算出聖旨，仲算出朕微服出巡嘅行蹤，算出枯井出水，算出朕嘅出身同行。你哋邊個有呢種本事企出嚟俾朕睇下？滿朝文武齊刷刷跪地。皇上聖明，國師神算。石頭企喺大殿中間，望住跪到一地嘅大臣們，心裏面冇得意都冇開心。佢諗起幾日前呢班人重鬧佢係騙子神棍，而家卻一個個都叫佢國師大人。可佢冇將呢句話講出口。由嗰日起，石頭正式成為大貢朝嘅國師。可佢太傅口上面唔講，心裏面100個唔服。佢喺官場打滾30年，由7品官做到宰相，靠嘅係真本事，唔係算命。佢表面上客客氣，氣背後一直喺度揾機會，機會好快就嚟咗。石頭入宮半個月後嘅一個夜晚，有人翻牆入咗佢住嘅小院。嗰陣時，石頭瞓得好香，忽然聽到院入面有動靜，佢擘開眼冇出聲，叉指一算，隨即坐起身。由枕頭底摸出一個銅臣，嗰個係周安留俾佢嘅。有事搖神侍衛即刻就到，佢冇搖神，而係着好鞋，輕手輕腳行到窗邊，掀開一條罅向外望。月光下面2個黑衣人翻過院牆向正屋摸過嚟，每人手上面搣住一把短刀。石頭將銅雲放喺窗台上面，等2個黑衣人前到窗下嗰陣，突然推開窗，將銅鈴向園中間一掟，銅鈴喺青石板上面叮冧冧一陣，響打破咗深夜嘅寂靜。2個黑衣人嚇一跳，從未來得及反應，原來已經響起急速嘅腳步聲。10幾個御林軍由4面8方橫過嚟，將2人按低在地，肩到結實。周安着住睡衣就跑過嚟，見石頭挨住窗邊鬆咗口氣：你冇事？石頭搖頭指住地下2個黑衣人：周大叔唔使審啦，草民算過啦，係佢太傅府上嘅。佢太傅俾佢哋每人100兩銀，叫佢哋嚟殺草民。周安面色一變，扯開其中一個黑衣人嘅面巾，嗰個人滿眼驚恐，見到周安腰間嘅金牌，更加面如死灰。另一個已經嚇到喊起嚟：佢太傅派我哋嚟噶，係許太傅。第2日朝早，周安帶住人去許太傅府上，許太傅正食緊早飯，
見到周安帶住侍衛撞入嚟，筷子都跌埋。周安將兩個黑衣人嘅口供拍喺台上面。許太傅，皇上有請。許太傅面如死灰。太和殿上面，皇帝當住滿朝文武將口供掟到許太傅面前。許文曰：你仲有咩話說？許太傅跪喺地上面，渾身發抖。皇上，老臣冤枉，一定係嗰個細路陷害老臣。佢會算嗰啲嘢，點可以當真？皇帝冷笑：咁朕貪咗你320萬兩銀，呢件事你都有話說？許太傅猛咁掹起頭，滿面孔裏石頭由角落起身，行到許太傅面前。許太傅，你貪污嘅320萬兩銀，存在京城通運錢莊，用嘅係你個仔個名，要唔要草民一間一間去查？許太傅齋坐喺地，面如死灰。皇帝一揮手連離人，將許文遠押入大牢抄家，所有家產充公格去一切職務，永不錄用。兩個侍衛行上前，將許太傅拖出去。許太傅俾人拖出殿門嗰陣，擘轉頭望咗石頭一眼，嗰個眼神入面有恨有不甘，更多係唔敢相信。佢唔信一個8歲嘅細路真係可以算得咁準。許太傅倒台嘅消息傳遍京城，有人話一個8歲細路扳倒一個3朝元老，呢個朝廷又變天。都有人話許太傅罪有應得。石頭對呢一切充耳不聞。佢每日做嘅事好簡單，朝早練字，晏晝陪皇帝捉棋，下晝坐喺花園入面合埋眼測算天下大事，算到咩就同皇帝講，皇帝跟住佢講嘅去做，從來冇出過差錯。可呢日阿母佢算到一件唔好嘅事，喺花園涼亭入面算咗一卦，面色變得極難。睇佢又算多一次，仲係同一個結果，第3次依然冇變。佢起身向皇帝書房行去，陳太監喺門口攔住佢國師。皇上正批緊奏得唔見外人。石頭話得我揾人。陳太監未來得及攔佢，已經推門入咗去。皇帝放低筆見，佢面色凝重，便問點樣？石頭跪低聲有啲發抖。皇上，草民算到清河鎮要出大事。馬車一路向南行咗3日，終於到咗清河鎮地界。石頭掀開車簾向外望路，兩邊嘅莊稼總係垂頭喪氣，田入面嘅裂縫可以伸入一個拳頭。3年冇落雨，地早就乾透晒，今年秋收肯定冇望。路邊踎住幾個瘦骨嶙峋嘅農夫，見到馬車經過，直勾勾咁望，好似見到咩稀奇嘢。石頭心裏面好唔舒服。雖然自己做咗國師可家鄉嘅人，仲喺度受苦。周安騎馬行喺車旁，前面就係清河鎮。石頭探出頭望咗一眼，心跳突然快起嚟。離京之前佢算過一卦，算到清河鎮要出大事，算咗幾遍都係同一個結果，血光之災。佢求皇上俾佢翻嚟一趟，皇上二話不說就答應，共派咗30個御林軍。跟住可卦象，淨係話有災，冇話係咩災。馬車入咗鎮，街上冷清清，以前熱熱鬧鬧嘅墟市空無一人，包鋪閂埋門，賣豆腐嘅黃老三都唔見人。石頭心裏面咯噔一下，佢叫車停喺自己屋企門口，跳落車，推開院門，沿面空灑滑稽，冇咗柴，冇咗連牆上面掛嘅農具都冇晒，3間泥省屋重喺度。但屋門虛掩，入面一點動靜都冇。佢嗌咗2聲冇人應，心裏面猛跳，推開堂，屋門屋入面台凳倒到一地，灶台上面仲有半煲拿咗嘅稀粥，但一個人都冇。隔簾李婆婆探出頭嚟，一見係石頭，眼淚就出嚟。石頭就可算翻嚟啦，你阿爹阿媽出事啦。石頭3步並作2步跑過去。阿婆，我阿爹阿媽點樣？李婆婆拉住佢隻手，邊喊邊講：劉半仙帶住人將你阿爹阿媽拉去縣衙啦。你阿媽去喊冤都俾人關埋入去。你細妹送到外婆屋企，屋企嘅嘢全俾人搶晒。石頭個腦入面嗡一聲，佢阿爹一個喺碼頭狂包嘅莊稼漢，一世都未入過幾次城，點會得罪縣令？李婆婆抹住眼淚話：3日前劉半仙同縣令
話你屋企私通叛軍，圖謀不軌，縣令就派人嚟拉咗你阿爹，你阿媽去講你都俾人打咗一頓，關埋入去。石頭孖實拳頭，指甲陷咗入掌心。周安喺隔籬壓低聲問：小國師要唔要我帶人去縣衙要人？石頭深吸一口氣，將火氣壓落去，唔急硬草會害更多人。我先算一卦。佢合埋眼，叉指一算，面色更差。縣衙入面有血光之災，今晚之前若果救唔到人，佢阿爹就冇命。周安急咗，咁重等咩？石頭冷住佢，唔可以硬嘈。你去縣衙直接話我係國師，冇人會信，佢哋仲會反咬我哋一口，話我哋冒充。周安諗下，覺得有道理，咁點算？石頭由懷入面摸出一塊嘢，係塊手掌大嘅金牌，正面刻住一個話字，背面刻住一條五爪金龍。皇上臨走時親手交俾佢嘅，揸副金牌，見金牌如見皇上。呢個天下冇去唔到嘅地方，有佢喺度就夠晒。清河縣嘅縣衙灰頭土臉，門口踎住兩個衙差，手上面捂住水火棍，懶洋洋挨住門框打喊路。石頭帶住周安同5個御林軍行到衙門口，兩個衙差一見到咁多人，即時精神晒。石頭冇理佢哋，直接向入面行。一個衙差伸手想推佢，手未碰到衫領，就俾周安一手扣住手腕，輕輕一扭，嗰個衙差痛到好似梳豬咁，叫起嚟。另一個衙差嚇到退後2步，扯開喉嚟嗌：嚟人啊！有人中衙門啊！入面呼啦啦衝出10幾個衙差，將石頭幾個人團團圍住。大堂入面傳出一聲怒吼：咩人夠膽嚟衙門搞事？一個住官服嘅中年男人行咗出嚟，又高又瘦，三角眼嘴角向下搭，一睇就唔係善類縣令錢滿倉。佢見外面圍住嘅只係個細路同幾個便服大漢，冷笑一聲。點光天化日之下，人話子都夠膽討衙門嚟人，將呢幾個刁民同我攞低。石頭由懷入面攞出金牌，高高舉過頭頂。崇春金牌在此，見金牌如見皇上，邊個夠膽屈手？金牌喺陽光下閃閃發光，座字清清楚楚。衙差們你望我，我望你，邊個都唔敢屈錢。滿衝死盯住嗰塊金牌，佢做咗10幾年官，當然認得。何一個8歲嘅細路點會有躲藏金牌？佢眼珠一轉，猛拍驚堂木，唔大膽。一個細路邊度嚟嘅躲藏金牌？分明係偷嚟冒充，冒充還差係死罪，你知唔知？石頭收好金牌，不慌不忙。年前縣令我係皇上親口封嘅國師，呢塊金牌係皇上親手交俾我。你若果唔信，可以派人入京問清楚。錢滿倉眼珠轉幾轉，忽然笑起嚟，笑容陰森森。國師，哈哈哈！你一個8歲細路毛都未生齊就做國師，你當本官係3歲細路嚟人？將呢幾個冒充還差嘅騙子同本官攞低。衙差們又要衝上嚟，周安一聲口哨，門外嘩啦啦往入30個御林軍，全副武裝，刀槍出鞘，將大堂圍到水泄不通。錢滿衝面如土色，手上面驚堂木，啪一聲跌落地。石頭向前一步，盯住錢滿衝：我再問你一次，我阿爹趙老三同我阿媽黃桂蘭關喺邊度？錢滿衝嘴唇哆嗦2下。趙老三涉嫌通敵叛國，係朝廷犯官，喺大牢都係。石頭打斷佢：你關咗佢3日有證據咩？錢滿衝口窒窒：有人證，劉半仙親口作證，親眼見到趙老三。石頭冷笑：劉半仙一個喺鎮上招搖撞騙嘅算命先生，講嘅說話都可以當證據。錢滿衝額頭開始冒汗。石頭跟住話：錢縣令，我再問你一件事，劉半仙係咪俾過你銀？錢滿衝面色鐵底變晒。石頭由衫袖入面抽出一張紙攤開，上面密密麻麻寫滿字，嗰個係佢尋晚喺客僧叫周安幫手寫嘅。劉半仙前前後後共送咗300兩銀，第一筆100兩，叫你照睇佢嘅算命生意；第二筆200兩，3日前叫你除掉趙老三。錢滿衝雙腳發軟，
要扶住台岸先企得穩。石頭將紙放喺台岸上面，淺淵靈，係你自己認罪，定係要我派人去你屋企後院？老槐樹底下挖出一個黑色壇出嚟，大堂入面靜到連針跌落地都聽得見。錢滿倉盯住張紙，沉默咗半日，突然撲通一聲跪喺地，磕頭磕到好似倒算咁。國師窿明，國師窿明，下官一時糊塗收咗劉半仙嘅銀，下官知錯啦。下官即刻放人。石頭望住佢，你若果早2日放人，我仲可以喺皇上面前幫你講2句好話。可你唔單止唔放，重打我阿媽板。我阿媽40歲人身子骨，本來就唔好你30板打落去，佢連床都落唔到。我算過我阿爹今晚之前若果出唔到嚟就冇命，你係要殺人滅口。錢滿聰躝喺地上面，震到好似個疙瘩石頭，擘轉身對周安話：周隊長去大牢將我阿爹阿媽接出嚟，再將劉半仙拉過嚟，我要當住全鎮人面審佢。周安一揮手帶人去了。半個時辰後，趙老三同黃桂蘭俾人由大牢入面抬咗出嚟。趙老三渾身係傷，衫上面全係血痕，明顯俾人打過。黃桂蘭更慘，趴喺門板上面屈都屈唔到。石頭飆過佢，跪喺門板前，渾身發抖。阿爹阿媽趙老三擘開眼見個仔趴喺面前，嘴唇屈下。石頭，你翻嚟啦，阿爹就知你一定會翻嚟。黃桂蘭燒到迷迷糊糊，嘴入面一直嗌住小道。石頭抹乾眼淚，企起身，擘轉身望住跪喺地上面嘅錢滿聰，眼神凍得冇一絲溫度。劉半仙俾御林軍拖上嚟啦，只遮咗一件單衫，連鞋都冇遮，凍到嘴唇發紫。一入大堂見石頭企喺度，又見錢滿倉跪住，就知事情敗露。撥通一聲跪地，磕頭如搵算。小國師允命，小國師允命。我一時糊塗。石頭踎低望住劉半仙，你幾時開始恨我？係由我算出你輸錢嗰日開始，定係由你冇咗生意嗰日開始？劉半仙渾身發抖，講唔出話。石頭企起身對周安話：周隊長去劉半仙屋企後院嗰棵曹樹底下挖下，唔夠一盅茶功夫，御林軍就翻嚟懷入面，抱住一個黑漆漆嘅酒瓶，向地下一倒，嘩啦啦滾出一地白花花嘅銀石頭。望住錢滿倉同劉半仙，錢滿倉擒污受賄，草菅人命。劉半仙話陷良民，蓄意害人。按大眾律法，一個革職流放，一個打80流放3000里。錢滿倉拉喺地上面，連嗌都嗌唔出。劉半仙突然爬過嚟，攬住石頭條髀，鼻涕眼淚一齊流。小國師，我錯啦，我真係知錯啦。你話我今次啦，我以後再都唔敢。石頭低頭望住佢，咽咗口氣。劉半仙，我本來俾過機會你，嗰日我算到你搵錢滿倉，我仲諗住，若果你肯收手，我就唔追究。可你唔單止冇收手，仲變本加厲害我阿爹阿媽。你若果只係害我，我可以原諒你，但你害我阿爹阿媽，我原諒唔到。劉半仙慢慢鬆開手，成個人好似俾人抽空晒骨頭，站喺地。周安一揮手，御林軍上前將佢拖咗落去。石頭擘轉身跪到爹娘面前，搣住阿媽隻手。阿媽冇事啦，壞人已經拉晒我翻嚟啦。黃桂蘭迷迷糊糊擘開眼望咗佢一眼，嘴角勉強露出一個笑，又分咗個號。趙老三愣扎住坐起身，老淚縱橫。石頭阿爹以前唔信你係阿爹錯。石頭搖頭，眼入面含住淚，嘴角帶住笑。阿爹，我冇怪你，我係你個仔，永遠都係。清河鎮嘅街坊聽到石頭翻咗嚟，帶住御林軍拉咗貪官，全部揾到縣衙門口睇熱鬧。李婆婆第一個衝入嚟，攬住石頭喊到唞唔到氣。你總算翻嚟啦！你知唔知你阿爹阿媽受咗幾多苦？中途戶都逼入人群，面上嘅表情講唔出，係慚愧定係敬佩。猶豫咗半日，終於逼到前面，粗聲粗氣咁嗌咗一句：小國師，以前係我唔啱，
你大人有大量，唔好同我計較。石頭望咗佢一眼，點下頭冇再多講。黃心碧入嚟，手上面玩住一籃雞蛋，塞到石頭手上面。小國師，上次你幫我搵返啲雞，我從唔信越嚟越多人往上嚟，送雞蛋嘅，送米送麵嘅，送自己做嘅新鞋嘅，石頭一樣都冇推遲，全部收低。佢知道呢個年頭旱災年，每一粒米都係街坊牙罅裏面省出嚟。街坊們見佢收低，反而更加過意唔去。石頭企到縣衙門口話：各位叔叔嬸嬸爺爺阿婆，我石頭今日同你哋講清楚，皇上已經下旨開倉放糧，糧車過幾日就會送到。由今日開始，我會喺老槐樹下面免費幫大家算命，唔分貧富貴賤，邊個屋企有難事都可以嚟搵我，分文不收。街坊們齊聲歡呼聲浪，大到成條街都聽得見。老槐樹俾風吹到沙沙響，好似都喺度開心。石頭擘轉頭望咗一眼，俾人扶出大路嘅爹娘心，裏面嗰塊大石終於鐵底放低，卦象上面講嘅血光之災過號啦。老槐樹下面嘅算命黨又重新擺起。藍布銅錢瘦細嘅男仔，可今次再都冇人話佢係騙子。檔口前面排起一條長龍，由老槐樹下面一直排到街對面黃老三嘅豆腐檔前面。男女老少，有本鎮嘅都有外村趕嚟嘅，個個伸長條頸等住石頭，由清早忙到傍晚，寮友都冇離開過凳，一個接一個算銅錢，掟你一邊又一邊，手都攰到發酸，卻冇提過錢。街坊們心裏面過意唔去，有人送罐頭，有人送雞燉，有人送一碗熱辣辣嘅麵。石頭個檔口旁邊堆到好似座山。李婆婆捧住一碗紅糖水過嚟，心痛到不得了。你都算咗成日啦，唞客啦。石頭飲咗啖紅糖水，甜下嘴唇。阿婆仲有好多人等緊，有啲由幾十里外趕嚟，唔可以叫人白行一趟，一直望到太陽落山。最後一個嚟算命嘅老漢先拎住結果離開，行到老遠，從擘轉頭嗌咗一聲：小國師係好人啊！黃桂蘭拄住拐杖慢慢行過嚟，見佢挨住老槐滙處，差啲瞓着，眼淚喺眼眶入面打轉。石頭只係將一件舊棉恤披喺身上，挨住樹幹合咗眼。月亮升起嚟，清冷嘅月光灘喺老槐樹上面照。老三遠遠望住，心裏面又愧又悔。佢以前覺得個仔係神經病，係騙子，可個仔從來冇怨過佢。一直想揾機會同個仔講句軟話，但每次話到嘴邊又吞返落去。石頭好似感覺到咩，擘開眼見阿爹企喺遠處，佢笑嚇阿爹：阿媽，你哋點解嚟咗？趙老三支支吾吾，一句都講唔出。黃桂蘭替佢開口：你阿爹唔放心，你話要嚟接你返屋企。石頭起身行到阿爹面前，伸手牽住 GQ 粗糙嘅大手。阿爹行啦。趙老三擘大個嘴使勁，忍住彎低腰將石頭孭起。石頭趴喺 GQ 寬厚嘅背上面，聽住 GQ 粗重嘅呼吸聲，合埋眼，嘴角微微翹起。第二日朝早，陳太監嚟咗，佢騎住一匹高頭大馬，身後跟住一隊人馬。佢見到石頭恭敬咁行咗個禮：小國師，皇上口攏，請你即刻進京商議抗旱救災嘅事。石頭接過聖旨睇咗兩睇，又遞返俾陳太監：陳公公，麻煩你返去同皇上講，清河鎮嘅旱災從未解決，我而家唔可以走，等我幫鄉親們將莊稼救活，再進京面聖。陳太監愣住，嗰個係聖旨嚟㗎，你唔接？唔係唔接，只想遲兩日。石頭講得好認真，皇上封我做國師係為咗化解天下大旱。而家清河鎮嘅旱災就喺眼前，我連屋企門口嘅事都解決唔到，有咩資格去救天下？陳太監猶豫咗半日，最後當口氣：好啦，陣間返去如實登報。不過小國師，你可唔好俾皇上等得太耐。陳太監走咗之後，石頭開始帶住清河鎮嘅鄉親們滿山跑。佢拎住銅錢走亂方圓幾十里，
每一個山頭，每一條山坳，每到一個地方就撒一把銅錢算一卦，算到有水嘅就喺地上面畫圈，叫鄉親們向下滑。第一日，佢喺東邊山坳畫咗一個圈，鄉親們半信半疑咁挖落去，先挖咗出一丈幾深水就湧出嚟，清水咕黎黎咁向上冒，冚唪幾十個人全跪低，有人磕頭，有人嗌李婆婆扶住井沿，用手捧起水飲咗一啖，含咗半日話甜㗎，呢啲水係甜㗎，3年啦，3年冇飲過甜水啦。消息傳開，越嚟越多人跟嚟。石頭喺西邊、北邊、南邊各畫咗幾個圈，每一個都挖到水。唔夠10日，清河鎮四周多咗10幾口井乾裂嘅田地，終於有水可以灌溉。可旱咗3年，連種子都發唔到芽，有水都冇種子。石頭又算咗一卦，算出朝廷嘅備災糧再過5日就會送到，可5日太慢，莊稼等唔到，人都等唔到。佢叫周安快馬入京同皇上講清楚，清河鎮必須盡快放糧，可唔可以提早發放？周安日夜兼程，2日就到咗京城。皇帝聽完二話不說，調動附近州府嘅存糧，3日就送到清河鎮糧食。送到嗰日，全鎮過年一樣，家家戶戶都分到糧食同種子，有人當場就將種子種落去，第2日朝早全部落晒田。黃老三推住豆腐檔，眼淚汪汪。小國師，你係救咗我哋全鎮人條命啊！若果唔係你，我今年冬天就餓死。中途戶都逼入人群，紅住面話：我以前總話你係騙子，我真係有眼無珠。周圍嘅人冇笑，反而好幾個人跟住點頭。曾經笑話過石頭同劉半仙一齊起哄，背後講過石頭壞話嘅人，一個二個耷低頭，唔敢向石頭呢邊望。石頭乜都冇講，只係由懷入面摸出嗰3枚銅錢，睇客又收翻去銅錢重，係嗰3枚銅錢。人心已經唔係當初嘅人心。1個月後，清河鎮嘅莊稼地入面長滿綠油油嘅禾苗，風一吹，好似一片綠色嘅海。3年冇見過綠色嘅莊稼人企喺田邊望住呢啲幼苗，又喊又笑。皇帝嘅聖旨又到咗陳太監嚟，算係皇帝親手寫嘅一封信。石頭拆開信，上面只有一句話：天下大旱，非你不可，朕喺京城等你。石頭將信搭好收進懷入面，佢知道該走啦。離開嗰日，清河鎮全鎮人都嚟送行。老槐樹下面黑壓壓一片人，比過年仲熱鬧。李婆婆拄住拐杖行喺最前面，手上面挽住一籃雞蛋，塞到佢手上面。黃生送咗一雙新布鞋，鞋底封到密密實實。中途戶送來一大塊豬肉，用荷葉包住，紅住面話：小國師路上食。趙老三同黃桂蘭企喺人群入面，對眼紅紅，小到已經傳好晒，拉住阿哥隻手唔放。阿哥你去邊我就去邊。石頭將雞蛋、布鞋、豬肉全部收低，佢對住成條街嘅鄉親父老深深行咗一個禮。各位叔叔、生生、爺爺、阿婆，我石頭要走啦，等我幫皇上解決天下大旱，我再翻嚟睇你哋。李婆婆拉住佢隻手，老淚縱橫。細路，你好好做你嘅官，唔使掛住我哋，你救咗我哋全鎮人條命，我哋都記住你嘅恩情。馬車緩緩運出清河鎮，石頭掀開車簾向後望，見到老槐樹嘅樹冠越嚟越細，送行嘅人群越嚟越遠。小土趴喺佢身邊向外望，石頭放低車簾，合埋眼，喺心裏面將3枚銅錢翻來覆去，冷咗一遍又一遍。入京之後，石頭冇急着上朝，都冇急着顯擺本事。佢喺京城住咗3日，早出晚歸，行撚大街小巷，同老百姓傾偈，去城外睇莊稼，去河邊睇水勢。3日後，佢入咗宮，皇帝喺書房等住佢面前，拖住一張天下輿圖，上面標滿災區：北方3年大旱，南方水患不斷，西邊蝗災又起，東邊爆發瘟疫，天下千瘡百孔，冇一處令人省心。皇帝問佢：石頭，你話要解天下大旱，點解？
石頭行到駱駝前面睇咗半日，伸手指住幾個地方。皇上，天煞大旱，唔係因為老天爺唔落雨，係因為人心唔齊。連開沖放糧減免賦稅，整頓吏治都做咗，但仲唔夠，仲要做一件更重要嘅事。皇帝問咩事？石頭望住皇帝，認認真真咁話：您有下一道聖旨，免除天下百姓3年賦稅。3年之後，等百姓透過棄莊稼有收成，日子慢慢就會好過。日子好過，人心就會安定，人生安定，風調雨順自然就會嚟。皇帝沉默咗好耐，免除3年賦稅唔係小事，朝廷所有開支都靠賦稅，免3年羅未養兵養官養邊郡。石頭嘅聲唔大，卻好似高仔咁敲喺皇帝實心上。皇上您要嘅係一個富強嘅天下，定係一個空有銀，兩卻失去人心嘅天下？皇帝眯住肉鬼提咗好耐，突然猛咁一拍台案，傳旨免天下3年賦稅，開沖放糧，對濟災民。凡係有旱災嘅地方，一律減免賦稅。聖旨傳遍天下各地嗰場，雨來得比任何人預料都早，唔係絲絲細雨，係傾盆大雨，嘩啦啦落足成日。京城裏面嘅百姓衝入雨中，企喺大街上擘開雙臂，任由雨水淋遍全身。有人跪喺雨中磕頭，有人攬住細路又喊又笑。皇帝企喺書房窗前，望住外面嘅飄渠。大雨沉默咗好耐，雨水打喺琉璃瓦上面，弄起一片白茫茫嘅水路。佢擘轉頭望住身後嘅石頭，眼眶微微泛紅。石頭，你講得啱，人心齊啦，老天爺都開眼啦。石頭笑黑冇出聲，伸出手接咗一捧順住窗邊流落嚟嘅雨水，睇住水由指縫之間流落去。往後嘅日子，石頭喺京城一住就係好多年，由8歲嘅細路長成少年，由少年長成青年。皇帝幫佢喺京城辦咗一間學堂，等佢教窮人家嘅細路讀書，識字唔收學費，重包一餐飯。學堂裏面嘅細路有孤兒，有畸兒，有窮到連飯都食唔上嘅。石頭教佢哋識字算術，都教佢哋做人嘅道理。佢從來唔教算命，只教一樣，做人要講良心。有人問小國師，您嗰一身算命嘅本事，點解唔傳俾徒弟？石頭有頭，算命係老天爺俾嘅，唔係學得嚟㗎。我可以教佢哋嘅，只有做人嘅道理。道理學好，就算唔學算命，都一樣可以做個好人。日子一日一日過好，皇帝老咗，頭髮白晒，條腰都暈咗石頭，由小國師變成老國師，由青年變成中年，兩話都生咗白髮。皇帝病重嗰年冬天，將石頭叫到床前，石頭，朕要走啦。朕一生做得最啱嘅一件事，就係喺清河鎮嗰棵老槐樹下面停低，遇見咗一個細路。石頭跪喺龍床前，握住皇帝寬膚嘅手，眼淚無聲無息咁流落嚟。皇帝笑得安詳。朕走咗之後，新皇帝就拜託你啦。佢先得12歲，咩都唔識，你幫朕睇住佢。石頭點點頭，重重磕咗3個響頭。皇帝軍崩嗰日，京城落起大雪。石頭企喺皇宮最高嘅城樓上面，望住漫天雪花，由懷入面摸出嗰3枚銅錢，抹喺手心入面，抹咗好耐好耐，最後又放翻入懷。冇再算新皇帝登基嗰年先得12歲，同石頭當年路經清河鎮時差唔多大。石頭好似當年做老皇帝一樣，會阻住嗰個少年天子。朝堂上面有人唔服，佢用實打實嘅政績令人收聲。地方上面有人作亂，佢掐指一算，算出亂子嘅根源喺邊。等皇帝對症下藥，石頭就咁樣護助咗3朝皇帝。80歲嗰年，佢告老還鄉，返到清河鎮，嗰棵老槐樹生得更粗更高，樹冠遮天蔽日，比當年大咗唔止1倍。樹下面嘅石板路係新嘅，但嗰個位置好似特登留俾邊個石頭，而家應該叫老國師啦。佢企喺老槐樹下面睇咗好耐，望住自己出世嘅地方，望住嗰啲已經唔太熟悉嘅面孔。李婆婆早就不在，
黃三不在，中途戶都不在，連佢阿爹趙老三同佢阿媽黃桂蘭都已經走咗好多年。細路喺街上跑來跑去，笑聲清脆。老國師喺清河鎮住咗落嚟，用3年時間將畢生所學寫成咗一本書，一個字一個字咁寫，每一筆每一畫都冇半點馬虎。寫完嗰日，佢將跟咗自己一世嘅3枚銅錢夾入書頁裏面，仲長呼出一口氣。書嘅第一頁寫住一句說話：天機不可泄露，人心卻可以教化。算得準不如做得好，做得好不如心地好。呢本書流傳咗出去，一代傳一代，傳遍天下。有人攞佢學算命，有人攞佢學做人，有人攞佢學治國安邦。老國師活到84歲，喺一個秋天嘅黃昏，安安靜靜咁走咗。嗰棵老槐樹落了一地金黃，鋪滿成個樹底。清河鎮嘅鄉親們同佢立咗一塊碑，碑上面刻住4個大字：國師記住。碑嘅背面刻住佢生前講過嘅一段說話：我8歲嗰年，為咗救細妹上街擺檔算命，街坊都鬧我係騙子，我冇怪佢哋，因為佢哋唔知道我係真係有本事。後來皇上封我做國師，我亦唔覺得自己有幾巴閉。算命嘅本事係上天俾嘅，我只係用佢做咗一啲應該做嘅事。我一世最大嘅本事唔係算命，而係俾人當成神棍嗰陣冇放棄救人。人一世求嘅不過問心無愧。故事講到呢度就完啦。嗰年清河鎮嘅街坊們邊個都諗唔到，嗰個俾所有人當成騙子嘅細路，後來竟然救咗天下人。所以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鬥量。呢個世上最值錢嘅唔係算命嘅本事，而係一顆善心。只要有善心，枯井都可以出水；只要有善，上天都會幫手；只要有善心，神棍都可以做國師。呢個世上嘅事就係咁奇妙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祝你晚安，發個好夢。